今日即位咱伫即个主题中间，要三角来思考圣经上帝话对咱的一个启示吼。诗篇33篇19到22节，在讲起上帝的计划以及人的即个本性。伊安尼讲，上主互列邦的计谋落空，互万民的计谋失败。即个话的意思，毋是上帝雕工要甲人来对敌。伊个上要紧的主旨是讲，人是伫罪的即个情景的下面，所以呢，上帝伊若是照伊的意思在进行的中间，人一旦拿出伫家己的私心，人出伫家己的软弱，人出伫家己迄个计谋，有时就会违背上帝的意思。所以是上帝计划咧进行，毋是人的计划，人的计谋会成功。所以伊特别强调讲11节，上主的计划永远袂变，伊的心意煞到万代。伊创造人类的目的，伊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伊伫即个百世中间甲引入的约，拢完全不变。变的是人，变的是人家己的软弱甲不足。所以伊伫第12节讲，认上主做上帝，迄个国真有福气。那即句话听起来较像我都承认主上帝就好啊，毋是啦。伊认上主做上帝，意思是要照上帝的教示，遵守上帝的约，行伫上帝的诫命的下面。即款的百姓才是受福气的。那安尼来讲，今仔日咱面对即个全世界的情势下面，到底是上帝安尼计划变化呢，还是人家己的计划失败？这个是咱今仔日所要思考的。兄弟姊妹，咱确信圣经的话有永久迄款的真理在提醒咱，所以受拣选做伊产业的子民有福气，表示讲咱下伫伊的心意，咱行事为人，甲上帝相同行，这才是受福气的。第二段圣经则是罗马书8章20到23节，伊咧甲咱讲起着什么？讲因为咱拢是受造的物，咱的生命、咱的人生、咱的群体，也是咱一个国家，袂当达到上帝受造的目的吼。毋是咱家己要安尼啦，是原来上帝当时对人类的一个处罚。人因为背逆，上帝予伊坠落，伫罪中间有罪性，对咱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呢，这句话真有意思。伊讲不过是被造的物要得愿望，上帝毋是完全的互你失去愿望绝望，上帝互你有一个搁重新再起、重新得到救的愿望，就是我靠主耶稣基督。所以讲有一日，因本身嘛会受偷棒来脱离会败坏的苦束，迄个罪的苦束，迄个会死的苦束。伊讲谈甲上帝囝子分享阳光的自由。22到23是咧讲起人类的状况。咱在所有被造的物到现在，也有在做伙痛苦哀求。伊讲就亲像妇人人要生产迄种的艰苦，人会受艰苦，毋是上帝雕工要互你安尼，是因为人的罪所带来的结果。所以当咱人了解咱的本质的时阵，咱咧思考今仔日咱面对的即个无限的疫情，咱就较了解讲，安尼到底是上帝无欢喜，还是人所做的错误啦？伊讲毋但被造的物，连遮的得到圣神做头水的果子的，嘛咧吐气听候上帝接纳，咱做伊的囝子，互咱规个人拢得到赎回。咱遮的受造的百姓，拢咧听候上帝来接纳咱做伊的囝子。当你明白咱家己的本性甲本质的时阵，咱就会通伫即个所在了解。牧师伫遮要甲咱三个分享下面即几项的题目主题。伫疫情的中间，咱确信是上帝咧掌权，毋是即个武汉疫情安尼灰灰散做，是上帝伫伊旨意的下面其中的一部分。咱拄则读的经节讲，
因为这要互咱填这个这个讲稿所以我用现代中文，安尼较袂两种版本无共款。伊讲上帝挫败万国的阴谋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有家己的私心目的为着要家己的利益，总是上帝互伊挫败。伊有万民的筹算无果效，无效果。上主的计划永远长存，伊的旨意万代无变。这是上帝伊的本质，上帝伊家己的掌权。伫这掌权的下面，咱就领受到这款，毋是咱家己要照咱的意思，是咱有法度去找到上帝的意思无。所以上帝用智慧、公义、甲良善来行代志。所以伫疫情的劫难的中间，有伊的智慧甲美意。咱若通伫拄到即个艰难的境境中间，去了解上帝的智慧甲公义，咱就能了解伊伫咱中间所做的作为啦。也同时，咱除了了解上帝伊掌权，但是伊稳准，伊稳准即个疫情发生，是因为人的罪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伫即个疫情的发生的中间，嘛是照出人类的欲望、骄傲、贪心，甲触犯上帝创造的英美。这是咱一直以来所理解到，疫情病毒毋是随随便便发生，是人类社会中间所做出来迄款自我伤害。但咱都一直伫这段时间听到这款的历史，我阁用这个故事来印证讲人类家己的失错。人类的历史常常是因为这个疫病来改变的。人类历史原来就照咧进行，一个国家非常的兴旺，突然间坠落滑倒，拢甲这个疫病有关系。历史咧记载讲，1644年，迄个时阵，明朝拄尾后一个皇帝叫做崇祯啦，崇祯。伊讲最后压倒这个明朝的，这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鼠疫、鸟鼠病、乌死病。崇祯皇帝因为鼠疫来灭亡，到最后伊是家己自杀。因为迄个时阵，规个即个中国的北部完全拢是发生鼠疫，死真多的人，欠收，佫抗旱，所以发生迄个李自成，咱知讲迄个闯王李自成我大家无通食好不容易活落来，意思讲死足多人，我都活起来，我都伫遮嘛是死，归去规阵烧焦啦。有的是老大人嘛相对就死过去讨食就对啦。伊目的是为着要生存，所以说母入来到北京的所在，无想讲入来到伫即个北京的所在，嘛是遮个鼠疫遮个乌死病拢咧传染的中间，即个闯王嘛伫遐做无偌久啦崇祯去到伫迄个眉山迄个煤炭迄个煤啦，伫遐来自杀即个李自成伫遐想要做王无偌久啦，就是满清嘛，迄个时阵入来所以规个历史拢甲即个疫病有关系。这是崇祯皇帝到最后自杀。但是满清王朝想讲，哇，我入来的确是有缘会当安尼看到明朝都安尼暗一色咧一定入来无问题。无想讲满清王朝300年的历史，拢是甲天花咧缠斗，你敢知？300年，其中这个皇帝拢有染到天花病。天花病咱台湾较少讲到咱若讲迄西麻有无？西麻面尿，我会记我囡仔时代，阮伫庄骹有一个对中国来的老兵啦伊个面就是安尼大家拢叫尿面的有无？叫尿面。我想你若伫庄骹加减，迄就是着过天花无死安尼所以你就听到迄个中国的历史故事，拢会讲什么王二麻子，什么麻子，迄就是咧讲天花规个清朝
这个顺治皇帝到尾是因为着天花来死。这个康熙是安怎做王呢？听讲这个顺治遐个囝拢着天花死咧，啊，剩2个囝要互伊拣看上做王。因遐个大臣甲伊讲王啊，不管上能力好能力歹，迄拢袂堪得着天花啦。所以哦，这个康熙呢，伊细汉就着啊，伊个面是猫的，所以互伊做吼上无吼袂死。啊，所以这个康熙才做王安尼。啊，所以你看世间人的命运，你要哪解释？你外敖你都袂堪这大自然的征答。啊，事实慈禧太后的迄个囝就是咸丰吼，嘛是着天花来死，毋知随煞去互迄个光绪啊伫遐来做王。啊，咱拢知影讲，这个王拢着这个天花病。啊，即款情形下面，咱看起这个故事是要讲起什么？人家己安尼筹算、筹谋万国家己的计划，都袂堪得这个大自然的一种的迄个伤害就对了。啊，这是伫讲到历史的传闻，伊嘛是因为天花啊，人无法度人讨食，才发生的。啊，这顺治皇帝吼，啊，咱看这个康熙迄个面，有人甲画安尼是表示伊面是猫面的，就是表示讲天花病。因为若好了后吼，伊会生一粒一粒吼，啊，这个情形。事实包括欧洲1348年，欧洲发生鼠疫，就是有那共款乌死病。若是改变规个欧洲的权力，迄个时阵也造成英国哇经济全好起来。因为当时英国是较离开欧洲大陆一块岛，啊，所以迄个自然的变化，什么款的强势的势力，拢袂堪去大自然的一款的侵害。所以人类大来开发这个大自然，来抢夺这个大自然，但是常常伊的这个大自然叫做反扑啦。伊都大自然嘛是活命，你敢知？所以伊要求生存啊，伊要求生存。比如讲，我这个病毒原来秘伫这个阴湿的所在，秘伫迄个动物的所在，啊，你甲我赶走，我不得我爱找一个所在，像伊有宿主，伊才会当活咧，爱就走来到人类的身上，伊才会当活咧。啊，伊嘛毋是要害你，是因为伊需要寄生就对，啊，人就袂堪伊寄生，啊，所以病就来啊。疫情就来啊！啊，这是这个欧洲乌死病的这个图画啦吼。啊，所以全世界上好嘅这个比尔盖茨，伊就讲一句话，伊讲全球上大的灾难，毋是核子武器，上大的灾难就是病毒。所以比尔盖茨因为伊安尼这天才吼，啊发明这个软体啊，趁钱趁甲，事实伊毋是甲这个钱摕起来家己用，也是互伊子孙啦。伊家超过8%到90%的钱拢捐出来。捐出来，伫非洲咧研究遐个安怎防止盲虫来造成疫病，啊，要救遮个家己苦的百姓。啊，所以伊家己深深家己知影，讲伊要努力的吼，伊知影讲人类要对抗的是病毒。啊，这是咱今仔日所面临的情景。咱台湾一个真出名的生态学家陈玉峰教授，伊讲一句警告的话啦。伊讲吼，咱掠做人类伫世间吼，安尼耀武扬威哦。伊讲一旦人类若是伫世界消失吼，万米颠倒会欣欣向荣。伊的意思是讲，若无人类伫这地球安尼乱舞吼，这世界偌水的，你敢知？啊，就是人类原来上帝托付咱治理这个地球，咱毋是甲治理，是抢夺，是自私。啊，所以若人类消失吼，颠倒大自然加偌好诶。科学家研究讲，人类的存在，吼8%到90%的物种来消失去。啊，所以你的科学愈发达，这个自然就愈艰苦。啊，这是咱在思考人类本质甲上帝创造的关系，需要去思考的。但上帝伊的心意是啥物？伊爱人转去到伊的筹算甲旨意啦。你若无转去遐，今仔日咱面对这病毒，你都无理解，无法度能了解为啥会安尼。谁来拄到这款情形，啊，就好好，啊，谁来发生这个代志？啊，中国毋是要互伊强国用吗？啊，无拍算，规个国全互伊封起来。
病毒甲你管理了，伊本来是要一带一路世界总统啦，即马大家拢讲听你忙来。日本人足需要中国人去涉交易，去遐游览，忍来讲毋通禁，即马规个韩国甲日本吼，着病遐尼多吼，伊嘛是不得已都爱禁嘛，因为吼为了趁钱做目的已经无效啊，煞变做着禁才有法度啊。好佳哉咱台湾吼，安尼马上反应讲歹势，请插万只来，咱今日才会当小可安尼平安伫遮。三首12节讲尊上主做上帝国家是换了福气啊！伊竞选来归属家己的人民有甚物？有真大的福气，是表示一个啦，表示一个人若遵照上帝意思行，咱才通有安稳。无咱会当讲你家己所有的拍拼拢一场空，安尼。所以咱会当算着讲，即个瘟疫也是种人疫啦，嘛是一个疫心，这是咱咧思考的事。瘟疫这是一个咱看袂到的病毒对啊，但是人的疫情才严重。因咱后来发现讲，这个疫情所引起人的心的干燥，人的心的自私，人的心会所拄着侪的攻击、歧视，较侪迄个软弱，才伫遐显现出来。人因为安尼，迄个心，在体会着咱家己的不足。这就是咧看一块镜，在显照人的本性。这个武汉疫情虽然甲号名做这英文咱看无啥有诶，但是咱拢知影，伊本身毋是自然而然来产生，是人家己的软弱所引起的。人是受制伫迄个罪甲劳苦啦，这是拄则咱看的经文，互咱一个提醒。所以，咱爱理解到人类肉体受毁坏、劳苦、空虚，所有的画面拢会死的定律，这是人活伫这个定律的下面，你无法当超脱这个。除了咱的主耶稣基督，当你了解这样事的时阵，咱就通较谦卑，无计较讲一切拢靠我的气力有法度能解决。所以当万米会当脱离这个疫情、苦难甲灾害的辖制了后，主的日子才来。主的日子来，是因为咱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通甲上帝的儿女分享着阳光甲自由，就是咱拄则读的8章20节到23节。兄弟姊妹，咱静静甲想到当差不多一个半月啦吼。咱所拄着这疫情，你有思考到咱周围新闻媒体、咱会友兄弟姊妹大家咧所讲的话中间，你有去感受到无？感受到人的心的一个现象。其实，即阵安静想起来，咱台湾实在是一个安尼足幸运、足感恩的所在，因为咱到现今虽然咱有惊吓，总是咱看起来受激励的部分比损失的较济，这是我家己的感受啦吼。咱伫这个险峻的疫情下面，台湾的社会显出这个私心甲良善的人性的本质。我想这段时间上大，互咱感觉讲目睭会光的，就是讲咱的国家真快速才营造出对抗这个疫病的一个咱讲台湾队啦。有人甲称呼做台湾队长安尼吼，哇，这事吼看起来拢毋是一个人会当解决的，但是感谢主，咱会当看见咱台湾伫这段时间所带来，伫艰苦中，伫迄个危险的中间，咱却颠倒得到上帝的祝福。咱嘛使讲因祸得福就对啦。第一是咱的台湾的政府真快速来做决策，随时甲中国的通往关起来，中国的游客请慢才来，咱马上禁止咱的这个喙安，就是口罩来出口。所以随时咱就有一群企业家，因无分彼此，将因家己的技术机器，一群人做伙来，马上来制造这口罩的机器。
口罩的机器看起来，其实毋是介精密、介偌尔啊困难，但是呢，平常时咱都无咧做。伊做这口罩吼，伫台湾袂啥会好啦，咱较早拢对中国进口。啊，一个疫情发生了后，哇，台湾根本口罩都无够啊！你看咱打开始，咱无逐个买无，平常时可能你嘛无咧注意要挂吼。啊，好佳哉，我甲食无输吼，阮平常时拢爱去病院探访，啊，所以阮厝里拢有啦。阮讲，哎、那遐紧张要知，原来足侪人无咧挂。啊，所以呢，政府随时讲毋通出口，啊，而且配给袂。哇，这看起来大家感觉足麻烦哦。我今仔日煞变做咱台湾的一个足大的一个水的政策，因为逐个国家拢咧学咱。这个机器制造的人，做伙集中伫无一个月，甲60几台机器拢做起来。即马开始做吼，我想过后个月吼，咱口罩图吼，坐甲互你毋免去小整伫等啊，等到咱会当出口啊，煞会当趁口罩的钱呢。啊，这是安怎？新闻咧报道讲，一定这企业家、这工具机的制造者，因无分彼此，甲家己的事业放下，做伙来甲每日来赶工。啊，这敢毋是咱台湾拄着患难的中间？有时咱进前拄着921对无？咱拄着八水灾，拢会看到即款足人性哦，咱感觉足感动的。有时看到即款影片，拢会流目屎呢，感觉讲哎，好佳哉，咱台湾有这群人。感谢主，而且咱的疫情的控管吼，哇嘛是足互人尊敬，所以逐个国家拢咧甲咱学努。搁较要紧的是咱的医护人员因的优秀甲付出。咱都想讲，哎哟，我惊人安怎？但是一寡病人拢要找医生，你叫医生讲歹势，我嘛要惊，我咪到阮厝我无爱来，无一款医疗人员是安尼呢。甚至家己自告奋勇讲，即个上危险的我来做。因为伊本身有即款的专业的知识，因知影要怎防治，所以因会当伫危险的中间，犹原会当用尽办法来保护。但是你看，伫即个情形下面，足侪国家的医疗人员拢感染着呢。啊，这是咱感觉讲，伫咱台湾，互咱感觉心内真安稳的所在。台湾的医疗对日本时代开始，会使讲全台湾上精英的优秀的头脑拢去做医生。所以，才会当造成100年来，咱台湾的医疗到今仔日已经受全世界肯定啊！甚至日本人都感觉讲输咱啊！你敢知？较早咱嘛是讲日本是逐项拢日本上好，即嘛日本输咱的，你敢知影？敢毋是这咱台湾上帝好咱？日本时代因为毋准这优秀的人去读政治、去读法律、去读遐个管理的代志，所以这上优秀的人拢来读医生。啊，所以这医疗的这传统已经几百年。咱这卫生所的设备吼，遐卫生所的这计划拢是日本时代就有啊，逐个所在拢有。啊，这是咱台湾的福气，而且咱台湾真侪遐个电脑 AI 的人才，非常的有智慧，来甲伊制作出整个管理这个疫情的这个机器啊，甲电脑。啊，这是咱台湾伫拄着艰难的中间，咱心内感觉啊，好佳哉，咱真做一个台湾人。较早咱想讲台湾人啊，外无民主的，去外国拢惊。即马毋是呢，咱讲我是对台湾来，大家对你尊敬。遐尼姊妹，咱会通讲伫患难中受着福气，你敢知影？台湾人的聪明甲智慧，甲即个防疫的能力，伫世界大受显明。较早吼，遐个外国迄款咧高高在上的人吼，根本就看咱无起，即马拢咧讲咱台湾真贤。连日本、韩国人吼，自尊心上强啦。你若伫韩国人的面头前甲人学落哦，伊会讲：哎，我足无民主呢。即马连韩国人嘛是咧学落咱，迄实在是足无简单。WHO 甲咱排除，有一句话咧讲，逐个人拢相信 WHO， 甲咱无相信，啊，所以咱台湾才会救啦。因为大家想讲 WHO 安怎讲，咱对伊做，啊，咱台湾人都。伊都毋准咱入去咧，啊不得已就要家己自救，敢毋是？啊，得到家己自救，他是对的，啊听伊的毋对啦。兄弟姊妹，这敢毋是患难中咱受福气咧？当时咱嘛会通讲伫即个疫情的中间，看见人的本性，
虽然少数，但是咱有感觉讲，人彼此中间有这个乱象呢。人伊对疫病的恐慌，也对人失去信任，也出现人的心的乱象，私心就对。有时咱看见有迄个歧视的心理，甚至遮医护人员煞互人惊呢，唔敢甲伊接触呢。啊，讲啊，你来我无欢迎你，啊，这就是表示对医护人员无甲尊敬，都唔搭紧啊，煞颠倒咧甲歧视就对。啊，咱嘛看见有人调工传播假信息，啊，有时调工唱反调。咱讲口罩唔通出口，伊讲唔对啦，都爱出口。你看，即个口罩是安实名制的啦，一礼拜领2个，是要叫我创啥？啊，要哪有够用啦？啊，拢念这有诶无诶，安尼就对。啊，即咱看讲人诶心算是有迄软正诶所在，甚至安尼乌白传讲卫生纸无啊啦，逐项啊烧济要囤安尼。啊，甚至有人花灾难财，去买着毋好诶酒精，煞愈洗愈毒就对啦。啊，这是要安怎？就是讲人伫迄个艰难诶情境下面所拄着诶，人讲百种。但是咱感谢主，台湾互咱肯定的较侪。现实袂甲咱思考，伫这疫情的下面，咱的信仰要安怎面对？咱确实就爱对信仰的中间找到真正的平安。咱无因为疫情来恐慌，无因为安尼人安怎样对人乌白撞安尼就对啦吼。啊，煞颠倒家一直惊吓，啊袂当安稳。对防疫的人员，咱爱对因有尊敬甲鼓励，因为咱知影讲，耶稣对咱讲，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伫世间你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这个话的意思，毋是咧甲咱讲，咱相信主，一切拢平安无代志啦，毋是这个意思，是你即使你拄着困难。咱讲一个较坦白讲，即使咱去感染着这款的病毒，咱犹原伫主的内面有平安，因为咱无论是活也是死，拢是伫主的恩典的下面。你这款的信心才会通面对这款，你无形中你无法度看见任何病毒伫你面头前嘛。顶2日，这个音乐家安尼扭啊足好听的音乐，啊毋知影讲伊就是病毒咧，啊大家想就要听伊讲，听伊的音乐咧。人要哪暗算讲，我面对头前这个人，无管伊好歹，因为这个病毒拢无咧惊人。第四，咱兄弟姊妹，请咱会记得，咱来确信上帝伫患难中要施行拯救。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的9节，甲咱讲上帝毋是竞选咱来受伊的刑罚，是要互咱照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拯救。主来竞选咱，毋是雕工要甲咱凌迟就对啦，毋是雕工要用这病毒来绞叉咱。咱会记得，咱是要受主的拯救，毋是要受刑罚的。最后，牧师要甲咱三个勉励，就是讲，拄则我开头有讲，因为咱遮的防疫单位讲你若有啥物活动，尽量莫唔通小济去参加，人多的所在尽量莫去安尼。真勉强讲，咱咧主日礼拜较侪人尔。啊，无尽量叫你毋通去人多的所在。啊，但是安尼，好亲像有一寡时间你增加起来，啊，这个时间增加到底对你有啥物帮助无？咱都爱学习伫遮。我真期待讲，咱伫这疫情的中间，你有过着一个真好灵修的生活。咱大声来受这样事啦吼。这无一定咱有着到啥物款感染哦。你敢若有牵涉到你，比如去香港转机，譬如讲你去外国啊，转来，啊，咱的医疗人员讲拜托个歹势哈，请你住厝关14天，咱拢有可能会拄着啊，人咱即摆已经慢慢啊减少出国的机会，也是甲遐出国的拢甲死掉啊。但咱也想讲，假使咱也是爱强制，也是自主隔离14天，你要安怎安排你的生活？是毋是讲像有一半个啊，进前发生讲都挡袂牢，足无聊啊，四界黑白撞黑白走，啊要去行看看啊，甘愿了100万也欢喜安尼。啊是你有法度人讲好，14天我拢毋出门，我会当安静伫中间来思考人生的意义。我若读圣经、祈祷、灵修，你有法度。啊，这才是咱伫即款疫情的中间所学习到的。咱通讲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体会出。真正是一家人啊！
这一家人，毋是讲大家感情足好的一家人，是你我吼拢袂当隔离的啦。所以咱知影讲啊，一家人的意思是啥物？这个病毒是无国界的，咱只有彼此帮衬，你好我才会好。所以咱嘛袂使唱衰讲啊，你中国哦，安尼一大堆人着哦，阮拍破也欢喜，毋是安尼啦。咱就要赶紧拜托的，讲中国你赶紧管制好，医疗好，啊恢复正常，我毋才会当开我，我规阵吼，阮伫台湾哦足惊呢。事实除了即个疫情产生的影响以外，现在大家较惊的是经济、交通以及遮的所有侪的观光的事业，话拢要倒啦，话旅行社拢爱收起来，话旅馆拢爱关起来。啊，这是咱平时感觉无代志的时阵吼，你拢无咧准备，一旦发生，哇，拢袂赴人方便。啊，这是咱去体会着讲有影，咱毋通吼，安尼拢放无咧注意，真正一旦代志来，你拢袂赴通好准备呢。啊，这是咱伫人生的中间所需要去体会到的。有时咱看起这个疫情，互咱一个思考，是迄个看会到、较看袂到的危机啦。咱面对着武汉的肺炎，上大的特色就是咱这个病毒看袂到，所以你真困难去感觉到。所以咱慢慢的邀请兄弟讲，请你人挂口罩吼。毋是对你惊啦，毋是，是咱无法度判断上会有即款病情嘛，有即款的病毒嘛。啊，你看袂到，只好大家拢自我讲，我惊了会发生，所以我要甲按喙按。即个发病也是症状，你爱筛检，甚至拢无症状的。啊，所以因咱看，咱对面对的敌人是看袂到，所以你才会恐慌，才会紧张，也毋是。啊无，咱台湾。就发生到即阵，咱一个，佮因为伊的身体染，才发生死亡，啊无根本都甲平常时的迄个死亡率都无悬啊。毋过啥咱会遐尼惊，因为咱看袂到。啊，所以即个病毒看起来安尼，伫显微镜内底吼，啊，就看到水水啊，像一蕊花咧。啊，毋过毋知影讲，伫咱身躯咱就袂适应，甲伊无法度生存就对了。所以咱伫即个信仰的中间，咱会思考讲。伫属灵的生命中间，咱嘛拄着真侪对敌咧，是看袂到的，是你真困难去察觉的。病毒会影响你的身体，但是咱看袂到的物，嘛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的人生的思考甲价值观。譬如错误的信息、错误的知识、价值观对人的批评、批判，有时咱因为某物人讲某物人的歹话，你甲当作是真的。这嘛是病毒的一种，敢毋是？你误会着人，敢毋是病毒？所以有时咱照着思想、文字、网络，一直咧影响咱，一直咧攻击咱。咱对即个看袂到的武汉疫情，咱都会咧防备啊，挂口罩啊，洗手啊。但是咱爱颠倒注意着，常常有看袂到遐恶毒的思想在影响咱。啊，咱煞都爱亲像即款态度去面对，啊，互伊无侵扰着咱。最后，咱要思考，伫今仔周报内底有即篇文章啦吼。伊讲毋通浪费即边的疫情，用即个角度来甲咱思考，我感觉真有意思啦吼。伊讲第一项，假使你若无相信疫情是上帝允准的，啊，你就浪费即边的疫情。意思讲无去思考到上帝伫即件事的旨意，啊，咱就感觉讲无采阁过去啊。后摆阁拄着你又阁烦恼一大堆。圣经马太福音有讲起，就讲若毋是你的爸啊允准一只赤鸟啊，嘛袂加拉伫土地。所以咱确信讲，伫这疫情中间，上帝是咧掌权的。第二，假使你若只有注意外面的防疫，无有靠圣神来防备罪恶，就拄则我所讲的，遐外面遐属灵的毒，你无咧注意。安尼就浪费了即摆疫情。假使你若拒绝去思考死这项事，你嘛是浪费了即边的疫情。咱圣经路加福音9章50讲，人若趁伫全世界，丧失家己，赔偿家己，有啥物利益？现在即个世界已经有因为这疫情死失已经几若千个啊。因敢无认真拍拼因的事业、因的工作，
伊嘛无拍算讲伊会着着啊。但是当咱无去思考永恒的生命的时阵，这项代志临到咱的时阵，咱根本就袂负通思考。所以，咱颠倒是这项书里面想到四项书，那伫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所以咱有去思考，意思安尼咱才袂去枉费讲拄着即边的疫情就对。第四项，假使你若毋望疫情赶紧来止煞，赶紧互我正常生活，无去追求明白上帝心意，搁较珍惜主耶稣基督。意思讲，即边的即经验，即边的教训，互你去思考甲上帝的亲近，就无采即边吼，互咱安尼无用志气就对过去搁无代志啊，互咱家己好好去思考。第五，假使你若用伤侪时间，有影咱拢关心新闻，关心遮个资料、疫情的资讯，但是无时间去读上帝的话，你嘛是真浪费即边的疫情。即落即边，你好好去思考圣经内底上帝互咱有够野的信心，无受到即疫情的影响甲惊吓。最后一项，假使你若无好好利用即边的疫情，互伊成做基督真实甲荣耀的见证，你就浪费了即边的疫情。我会记得即个疫情头开始的时阵，牧师甲介绍讲，伫迄个中世纪的时阵，英国一个庄社，因为为着要救搁较侪人，因甘愿家己承担迄个事意所带来的损害，一半以上的人到尾伫即个庄社来死。但是因为迄个牺牲所带来英国的北部，无搁再互迄个疫情来影响。这实在是一个真水的见证。知影讲死肉体的死已经无法度人避免，但是伊甘愿伊的死是有价值的。兄弟姊妹，有的人基督徒因为即款的疫情，咱伸出咱疼温暖的双手，有时咱帮助较侪人，互人感觉到伫即个疫情的中间，迄个温暖，迄才是咱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疼的机会。兄弟姊妹，真鼓励咱伫即疫情的中间，咱遐个社交生活减少，咱会当安排迄个灵修甲生活。咱教会今年咧推动读圣经，小等下咱要颁奖，有足侪位一年内底甲圣经读了，这是咱感觉真新鲜嘛，真鼓励的所在。咱今年推动抄圣经，我相信吼，无有任何的迄个灵修吼，是你安静落来，因为咱袂使四过乌白走啊，咱在厝好好一字，甲圣经诗篇甲箴言一字甲抄起来。你有一个真稳定的祈祷的生活，读这个属灵的册，一个过着一个灵修的生活。那安尼，咱伫即边的疫情的下面，咱真正人讲因何得福？咱真正因为安尼，互咱更较明白上帝旨意。所以咱因为安尼减少社交的生活，减少遐个吃大餐的机会，也是过度消费的简朴的生活。足侪医疗人员拢会甲咱讲，你除了即款外形的方便，挂口罩啦，咱卫生啦，莫接触人群。伊讲咱家己的健康最重要。所以你一个简朴的生活，你的营养逐项拢有够野的吸收，你有好的休困，这是你上大的武器。因为你有够野的防疫的能力，有时病毒临到你，煞袂影响到你。这说颠倒是咱伫即个艰难的中间，咱所得到上帝互咱的祝福。愿咱会当通过这个圣经的话语，搁做一遍一个深刻的思考。